童心未泯的無患子生技開發董事長王高榮，今年古堡園區迎新春又要令大家大開眼界。映入眼簾就是用將近2000台回力車所組成"馬到成功"4個字，其中"馬"這個字就500多台所拼成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運從成功出發。這個回力車我有用要到將近要到2000隻。甲擺馬到成功，安尼大家感覺馬年大家攏成功安尼。民國80年開始，王董事長從代工到增長將近3萬台回力車當中，為了讓過年來台南走春的民眾又有新的看頭，除了想出用小車賀歲的創意，也展出收藏近30年的各種武士造型公仔、變形工程車、百變金剛等系列玩具，有些還能夠發射武器，完整完美的收藏品質，再次喚起大家童年回憶。日本塔卡拉做的，伊唔做這爾，伊閣有做小汽車變形金剛，委託咱團代工。代工的時陣，我迄陣無迄種有去做部分，做部分到因有客車咧賣我就買。感覺因為收這個感覺袂歹，到這足細項會當收起來囥。3-5隻個付一半錢，我才看，感覺真爽啊咧。另外，現場不能錯過的還有多款日本知名潮流藝術公仔品牌，每隻都是聯名限量，價格不菲。加上安定區公所3名替代役也花1個多月，用積木拼出2隻高100公分的庫伯利克熊，來配合園區活動參展。區長陳仁偉表示，製作難度真的非常的高，最後每隻大約使用1萬片積木完成。我們公所的替代役，那在閒暇時間那用了2萬多片的一個積木，那組了2隻比較漂亮的符合這次題目的主題的一個暴力熊，那來這邊一起展出，那公私協力，那歡迎大家過年期間。那有空就來這裡安定我們安定無患子故事園區來走一走，那感受一下安定的人情味。古堡園區迎新春將於2月14號到25號登場，初1到初6每天前100名還將送出由卡片收納、變形工程車、裝甲龍等限量小禮物，送完為止。歡迎民眾再次來現場實地感受王高榮珍藏的壓箱寶。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。